贈送嘅炭燒生蠔，大大隻肥嘟嘟，好有誠意。今日去咗流浮山嘅韓太太，揸車或者巴士去都好方便。佢嘅環境好田園，好超，有長台適合成班朋友嚟玩。自助區有多種飲品選擇，仲有多種雪糕、雪條、燒烤嘅菜同肉款式都好多。主角出場啦！新鮮為你而燒嘅窯雞，外皮脆就唔使講啦，裏面醃咗百里香，剪開時陣陣香味，絕對係外脆內軟嘅效果啊！除咗窯雞，仲有大量肉類供應。個人比較喜歡佢嘅豬腩肉同牛仔骨、雞翼、豬軟骨亦唔錯，仲有蜆類同埋蝦類。最後食返個雪糕，好滿足啊！今日嘅彩蛋係呢碟叉燒，老闆即燒即食，好味過燒味鋪啊！